北市立动物园园长陈宝忠是一个道地的美浓客家人，他在动物园做了25年，在上个月荣升为园长。木栅动物园长这回当起了泰山。听到园长的呼喊，原本避不见面的长臂猩猩终于露脸了。说起了动物，10几年前的大搬家让园长永生难忘。民国70年啊，可能动物园有一个盐山动物园办的木栅吧，有全国8个动物的，每个动物毛毛相同。办那个泰熊啊，办那重庆那个犀牛的没有办啊，我可能办那个半年能办过来。25年的园区管理经验，上个月才刚走马上任的园长说，最近的大象马兰事件让他感触良多。处理这个马兰呢、有很多人打电话来，就他们这个拜托我们，求我们说不要给他安乐死啊，这些都是我们最大的压力。今年50岁的园长说，园区走透透是他每天的运动量，而和小朋友一块亲近动物，则是他年轻的秘诀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苗栗的柴窑是用相思木烧成的，在陶器上形成特殊的落灰，成为客家柴窑的最大特色。一根根的相思木放进火炉里，经过3天2夜，1200多度的高温烧窑后，一件柴窑作品就大功告成。这一大块斑驳的落灰是苗栗柴窑的最大特色。差不多温度1230度左右的，也就火就会有。所以，但是我家大家看到也在按房按讲的，也落灰呢，是用相思树设的。廖老师说，落灰的技巧要拿捏得宜之外，个人的风格也很重要。第二也按野蛮的地方，忽然间来2只太极点点边，可以容纳它，可以包含它，好像这样你看按照真正的油量含氧，就符合了客家人讲的油量涨油火。多年来，20多位的陶艺家纷纷加入柴窑的行列，互相交流，将客家陶艺技术继续推广下去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苗栗报道。台北市第7届客家文化节即将在19号登场。今天上午举行了记者会，请来很多团体舞蹈表演，象征客家人在台北的心情。穿上了客家传统服饰，集体舞团唱出客家人定居台北的乡愁，也跳出客家文化丰富的内涵。台北市1年1度的重要大事客家文化节19号即将登场，主委黄振中以认真的心情表达客家文化要生根播种。我们客家文化，我们开始要做生根播种的这个工作，我们慢慢的要深入我们客家文化的最深层的那一个部分。台北客家文化节不仅糅合了传统与现代，促进族群融合，现场还有客家志工们的擂茶教学。整个活动将持续到27号，分成不同主题，让民众体验客家文化，也能哈客一下。民新闻夏慧玲、翁昌斌台报道。